各位兄弟平安。今日所读经文是北国以色列的结局。因陷落伫亚述王的手中，国家灭亡，国王甲所有雕神拢受到掠，人民流离失所。圣经为安尼灭亡所写的判语，毋是亚述真大，毋是以色列真小。却是以色列违背带领因出埃及的上帝，因甲上帝立约，决心就袂记哩，时时背约。因宣誓要敬拜独一的上帝，却什么偶像拢拜。因承诺要为独来倚靠上帝，唯一倚靠上帝，却邀伊伫真侪国的势力内底墙头草。顺风两边倒，结果是啥物？因所崇拜偶像为救因脱离亚述的手，因所倚靠的埃及也袂当，因更加是承受互上帝放杀的结果。现实假是以色列人一颗，就是伫周围强国包围的政治军事环境中间，互上帝放杀的结果，就敢若会当是也会是亡国受掠尔。然后南国犹大同款的命运，搁然后整个犹太民族用长长的1000多年继续学习怎样坚持敬拜独一的上帝，学习国破家不亡的方法。因为安尼，犹太人真做家庭教育上成功的族群。因的宗教教育、因的知识教育、因的生活教育，拢对家庭开始。因对亚洲、到欧洲、到美洲离线受持续的打压、杀害，却伫千百年中成做各国重要的骨干。诺贝尔奖亲像那像犹太人的学术奖项尔，由华尔街背后坐镇的拢是犹太人。因用滴灌耕种技术，真正伫沙漠开工河，受称作沙漠中的农耕革命。我大地蔬菜水果的供应中间自给自足，也可以当外销。因甲世界人讲，虽然犹太人数真少，虽然以色列族群真小，但是因为相信佮倚靠上帝，唔简单，什么好处拢无欠缺。甚至丰足到一个程度，会当分享，会当搁互别人。这是真正阿伯拉罕信仰的开展，互人会当搁较倚近上帝的开展。火战车的男主角，也就是宣教师李艾瑞安尼讲 ：“We are all missionaries. Wherever we go, we either bring people nearer to Christ, or repel them from Christ.” Eric Landau。咱拢是宣教师，无论咱行到倒了，咱毋是互人，互甲耶稣基督更较一群真，就是赶因，互因离开基督更较好。南北国时期的以色列民族，毋单单是甲离上帝足远，也互看见因对了衰弱，迄个足惨的状况的邻国，离上帝远远，踢笑上帝。但是，学晓敬拜独一上帝以色列人，却因为无论伫怎样困难的环境中，拢会当生存、成长、茁壮，迄个丰沛的生命力，以及甲上帝迄个奇妙的同在，却互人反省，也因为安尼，搁较近我咱的上帝。